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三不五时就会看到新闻内底有人咧讲台湾的铁桶仔饭是安怎台湾治安这么好，就搁装铁桶，也若拄着火烧厝，定定拢有人因为这个铁桶仔饭就走袂出来。若行伫台湾的街仔路顶头，无论人伫倒位，抬头看就会看到真侪款的铁桶。即马古早铁桶的花草也搁会伫一寡文化创新的产品顶头会当看到。台湾的铁桶是安怎这么侪？今日我来讲铁桶仔饭伫台湾的发展。我还会记得2009年的时阵，日本的建筑师青木忠来台湾就讲，伊感觉台北的铁桶有够水，壁倒顶面的态度嘛足有特色。结果伊真正就甲铁桶甲这个态度拢放入去伊迄当阵伫台北市林松北路起的迄间大楼内底。青木忠是伫日本摕过建筑奖。后来佫去过博物馆、美术馆，佫做者真大型建筑的一个建筑师。伊讲台北铁桶足水，即句话引起迄当阵足侪人咧讨论。因为伫这进前，就有足侪人咧批评台湾的铁桶仔饭。铁桶是安怎来的？用铁做的桶仔，甲即个凹铁的技术，伫19世纪的欧洲就已经真实行。尤其因会用铁仔做门，台湾本来铁仔就无济，毋过自古早嘛有甲铁桶相共作用的物件。早期的移民为着要保护因家己的安全，所以伫桶仔饭外面会用砖仔头，也是用柴做一个会当通风的桶仔。铁桶伫日本时代就已经有啊。日本人嘛共款伫19世纪的时阵，就引进欧洲做铁的技术，佮加上迄当阵因开始学西方的建筑，所以嘛开始做铁桶甲铁门。毋过迄当阵的殖民政策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所以做铁这个产业伫日本时代的台湾并无真正发展起来。这主要甲铁的原料伫台湾本来就少嘛有关系。按照黄怀官的研究，伫日本时代的官府建筑就用到铁桶，尤其较侪是从欧洲做出来迄款铁门。后来渐渐有钱的台湾人从古价，因嘛会做铁门、铁桶，因为迄当阵西方式的建筑嘛开始伫台湾流行。即马咱伫老家的旧厝，尤其是砖台顶头，也是因的桶仔门，嘛拢会看到真细地的铁仔做的桶仔。伫新影城甲杨条景因的册内底，就特别介绍台湾旧的铁桶花。因有写讲，即马的基隆港的基隆海港大楼有一个八角形的铁桶。土地银行伫台南的分行，伊边仔嘛有一个铁桶仔门。甲古早的高雄呀，即马的高雄景馆的铁桶是日本时代就有诶。迄时的铁桶是一个现代化的物件，殖民政府嘛有鼓励大家就装铁桶。杨奎就伫个文章内底有写着讲，一间也毋值50元的厝，煞着要求来装一个超过50元的铁桶。伫迄时阵，铁桶也算是足稀罕的，甲即马无共款。迄时起厝设计的时阵，就爱先决定铁桶也是铁门是要做伫倒位，而且是起的时阵就直接做起哩，毋是像即马厝起好了才倒起哩。当然，迄当阵铁桶是足贵的物件，台湾嘛已经有一寡铁工厂，只是真少，原料有足侪是为日本来的。所以钢铁伫台湾迄当阵也未发展起来。战后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伫基隆港甲高雄港有袂少沉落水底船啊，政府鼓励民间去清港，
甲遮个船护起来清调。也个有诶，就是对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诶遮个船仔公司，因有300多台船仔伫台湾是用袂着诶，因为无遐尼大条诶河通开船，所以嘛着拆。台湾诶拆船业为战后一直到1960年代是全世界有名。即马有袂少大企业家拢是迄当阵靠拆船仔即项工课起家。听讲伫高雄港拆船长好诶时阵，有3万外人拢伫遐做一道。钢铁是100%拢会当回收佮再造，加上别项拆落来材料嘛拢会当卖。一只船仔拆诶会当卖袂少钱，钢铁也阁会当卖互政府。中钢就是1971年成立诶，后来铁、钢甲阿鲁米诶建材就渐渐变侪啊。伫1970年进前诶铁桶仔门，大部分拢是手工做诶，师傅是去买绳仔，转来家己拍、家己拗、家己烧。1970年以后，中钢成立，也阁加上政府诶钢铁产业政策，互别种咧做铁桶诶材料嘛变侪。迄时同一个时阵，贩厝甲公务嘛愈去愈侪，市内诶人口增加。所以嘛有人讲是因为治安的关系，所以铁桶仔门伫迄当阵就愈来愈侪。迄时古早茶做的桶仔门拢豆豆仔改做阿鲁米的，所以过去绳仔做的铁桶嘛拢改做阿鲁米做的。阿鲁米做的铁桶会代替原来铁做的，是因为过去绳仔做的铁桶真够生鲜，就要插足侪钉插。干那油漆这项就要了3工的时间。后来台湾人工愈来愈贵，就渐渐无人做这款铁桶啊。阿鲁米甲白铁仔做的铁桶做法较简单，用黏的甲锁螺丝就会使啊，毋免拗，毋免烧。后来佫做出无共色水的材料，虽讲是变较勇、较简单，只是形嘛较无变化，主要是较轻。也阁毋惊生鲜，毋免逐当油漆，所以手工做出来铁桶就渐渐无看啊。即马颠倒有人专门咧收遮个旧的铁桶花，因为即款古早手工做的铁桶做了真水，有图案、有花、有蝴蝶，嘛会凹出山的形，也是水，嘛看会到动物、鸟仔。古早的商行也阁会伫因的铁桶顶头做因的商标，也是较大的家族嘛会甲因家族的符号也是姓黏伫铁桶顶头。即马遮拢无去啊。手工做的铁桶无看的，毋过阿鲁米做的铁桶变侪，这甲迄当阵住公务的人无小心摔落来的新闻嘛可能有关系。所以铁桶仔门毋若是要防贼偷，嘛要预防囡仔也是大人为楼顶滑落来这款意外。小工伫铁桶愈来愈侪年代，嘛已经有火烧厝的新闻讲，因为装铁桶仔门住伫内底人煞拢救袂出来，去互烧死伫内底。其实共迄个时阵，政府就开始注意，也阁有规定讲为着消防安全，毋通阁装铁桶。迄时嘛有人开始批评铁桶仔门足歹看，毋过铁桶也是真侪。刷落来，除了批评以外，伫1982年也阁有一摆是国民主体的厝主讲，因拢总无爱装铁桶，做伙去要求政府毋通伫因的主体斗铁桶仔门。渐渐嘛有社区内底的厝咧买卖的时阵，就爱签合约，讲因袂使装铁桶。批评遮个铁桶仔门的人是认为装铁桶仔其实无法度真正预防着贼偷，也阁会互家己像住伫监狱内底。一间起了水水的厝斗铁桶仔门了，拢变足歹看，甚至互规个市内看起来拢足歹的，阁足乱哦。嘛有学者讲，装铁桶的人，因就是无珍惜遮个建筑面，起了水水的建筑物，煞乌白斗铁桶起哩。甚至阁有人会认为讲，伫家己的厝装铁桶的人拢足自私的，
因拢无去想到这个街仔路也是规个社区的景致，也佫会去影响到若有人需要拍火时阵的效率。反倒来问的是，若有遮尔济批评，是安怎也是有人要装铁桶仔门？铁桶其实嘛分足侪款，有的是做甲桶仔门侪，无超过厝伊本身的落水线。毋过足侪铁桶是会捅出去，伫外口佫会当晒衫、藏物件。上接看到的是藏花骹种花，也佫有一款铁桶是变做室内佫加出来一个空间，做出来的铁桶变做是灶骹读册所在。我嘛捌看过有人伫遐佫起另外一间便所，因会去装遮个铁桶的原因是啥物？心理学家讲，真侪人是看到别人做对咧做，所以若厝边头尾有人装一个了，附近有装的人就会愈来愈侪。嘛有学者讲，有人就是需要住伫这款铁桶内底，才会感觉较有安全感。这是去解说这个人装铁桶的心理。也嘛有人去研究环境的因素，因讲主要的原因是建筑师在设计厝的时阵，起这间厝的时，拢无适合真正要搬入去住的人，所以搬入去的人就要佮家己下厝顶也是加做铁桶仔门，有的是像无下台湾的气候，为着要预防雨水会喷入来。所以伫原来的装台就会规个封起来做铁桶，因为安尼才袂去互雨压着。要么有另外一款原因，是因为室内伤过暗，若做一个铁桶捅出去，较有光线，也佫会当种花。刷落来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室内伤过细，像讲拢无一间通囤物件的房间，所以铁桶顶会当放足侪物件的。甚至都有人把铁桶做出来，增加室内的面积。所以可能爱去想的问题是讲，是安怎晒衫、种花，也是囤物件，拢得伫铁桶顶头，毋是伫厝内底。无论安怎，铁桶仔门的生意也是真好。这就表示讲有市场，也嘛有需要。另外一个解说是，因为遮个人算是无法度去住较高级，有请保全的社区，因嘛住袂起佮较大间的厝，做铁桶是毋免开偌济钱，就会当达到因的要求的一个方式。就像真侪人惊讲囡仔活落楼骹，所以会装铁桶仔门。报纸顶头我嘛捌看过有人写讲，若甲囡仔顾好、教好，就袂发生这款意外。毋过，毋是逐个家庭顾囡仔，也是教囡仔的资源拢相共的。伫2007年，秋天做的研究，伊就发现，敢会装铁桶甲住伫内底的人，因的经济能力甲社会地位是有关系。愈老也佮管理愈毋好的社区，铁桶就较济；若较新型、管理较好的，因的铁桶就较少。也若有嘛拢有统一的设计，因为这甲厝价是有关系的。有的社区甚至是惊因的厝价会落落来，受到影响，所以就无爱互厝主斗铁桶。共迄当的研究，区老师伊嘛发现，庄脚所在像迄当阵的台南县、平湖县、花莲县，有装铁桶仔的厝是超过9成，比台北市佫较济。伫庄脚厝边头尾拢熟悉，是安怎着去装铁桶仔门？这嘛互我想到，阮兜伫庄脚的家厝啊，已经40几栋，过去门拢毋免锁，毋过迄当阵就有装铁桶啊，是安怎有铁桶煞毋免锁门？这我嘛想无。毋过后来庄内就开始有人偷摕物件，所以大家拢会锁门关门。即马庄脚较偏僻的所在的厝，若着贼偷，无一定有人看会到，佮无监视器，装一个铁桶，厝主会较安心。铁桶到底是水也是歹，其实嘛有无共的看法。就像一个日本建筑师，伊看到感觉足水的，就爱保存落来；也嘛有人感觉足歹看，嘛无需要。即马的铁桶好看歹看，
嘛毋是厝主，甚至毋是起厝的公司会当家己决定。即马有诶白铁啊，也是愈来愈侪隐形铁桶，拢是工厂做出来的。无像古早家己会当甲师傅讨论讲，希望要做啥物款。装铁桶仔饭按照规定来讲是违法的，各县市的规定是无啥相共。毋过真侪所在拢会讲交互社区管理委员会来决定要装也是不爱装。毋过社区委员会是伫市内才有，伫台北市、新北市甲桃园市为2006年开始就袂使阁斗铁桶仔饭。除了厝内有12岁以下的囡仔，也是65岁以上的老人，因就毋免申请会当斗。台北市的规定是装台若要斗铁桶，袂使做规个拢总封起来密封的，而且深阁袂当超过50公分。为着逃生安全，抑阁着留一个出口，会当互人走出去。事实上，就算装铁桶仔饭是违法的，只要若莫伤超过，厝边头尾也是会当接受，袂特别有人走去检举。铁桶为日本时代是现代化的代表，变做即马真侪人认为铁桶是落伍的物件。即马的铁桶仔饭嘛较少是为着要防贼偷装的，颠倒是预防意外，也是用来增加室内的空间做出来的。我也有看到新闻讲，即马伫市内饲猫啊、饲狗的人嘛变侪，政府应该互因嘛会当装铁桶仔饭，预防遮的动物跳出外口摔落。今日先讲到遮，你若是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任何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也是甲我讲。嘛，请会记得订阅，也是追踪这个节目，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 ECPay 的连结。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在的妈妈，大家再会。